啊喂！開啦！我俾落嚟入波啊！一個唔係藉口嚟嘅。你個少唔少啦？我踢少一個。唔夠佢啊！哦。攞下次，攞呢飛踩。哇 Peter！ 絕對給錢了，他媽！ Peter！ 而家完全俾人擔保。幹嘛？關都傳俾啊！記得你請他們去哪裡瀟灑去啊？哦！爆射！哇喂，真光我偉國真光喎呢下！你看羅莉，你的人緣太差了，人家都不想跟你，人家都不想跟你踢，你看。唔要，慢慢。唔要，又要唔要？我去，我操！喂，點解又啊？咦？呢場咩事啊？呢場大家一路幹嘛？戳到地了吧？是不是？真的還是假的？假的，沒人了，你別拉。沒人摸。應該是戳到地了。膝蓋能痛吧？他也沒坐穩，你沒坐。喂，邊個？越愛顯擺的人，沒感覺你嗎？越愛顯擺的人。啲別領啊！高俾人啊！俾咗你嗰個波，佢一回傳半張，但係力度沒，當踢太恐怖了，膝蓋。沒事。腳踝還是什麼？膝蓋啊？沒事吧？我覺得應該是要缺一個小板，已經傷了好久。水碰你。油炸丸子這種動作不要隨便做啊，做完就受傷。對哦。你幫佢幫佢哋。啊，結束了。哎，6打6，他給峰哥歸我們6打6，快！峰哥行過咪6打6咯。峰哥拿衣服了，快！佢呢個係呢大要唔要？唔係佢除咗嗰件，佢除咗嗰件黃色衫。屌你啊！最撚勁嗰個俾人哋屌你啊！你真係賤仔嚟嘅。老細唔過去。屌佢俾一個佢就搞掂啦。哎，俾最厲害啊！啊，最厲害了，最厲害，大腿了，衣服拍一下。佢哋梗係要㗎，怎麼換沒有紅的。還有紅的。佢哋真係要。不用啊，峰哥，峰哥來個紅的。峰哥回來。唔係6打6嘛。Peter 過去嘛。Peter 入咗人哋一波之後過去，跟住入多波，跟住擺回兩一波咪啫。阿峰哥回來 Peter 過去。我過去吧，我過去，你比較強一點。好啦，我哋大腿嗎？贏咗好緊要。不是最強嗎？他的嘴最強。真的是最強。要進多幾個啊？兩把嘴啊！老細上埋嚟啦，屌炮！唔係6打6，而家咪7打6咯。呢場要贏佢啊！頭先7打6，而家都係7打6啊！哇！屌你成晚企喺度做咩啫？我已經踢咗3場啦，上埋嚟一路睇。我休息一下。你休息咗頭先嗰場。啊！一下子咁高難，咁高咩6關？唔係你 book 咗未？我擘大隻。你做咩唔睬我啊？咗你話嗰間咯，咩支持球嗰間？咁你唔同我講翻嘅。嚇！我一直喺度等你，你知唔知我電話冇嚟個手，喺度等你走。喂，冇啊！屌你！哇！翻嚟啊，咖喱！打機真係好閪。翻嚟啊！真係好閪奇怪。你走咁閪遠，你咪翻嚟啊！咩好奇怪？同我搭嘅300幾啊？200。係啊！我你食餐嘢，你食餐嘢300多，你食300幾蚊嘅。哇，好輕啊！好輕啊，這個球！哇！我遙控嚟遙。係用呢個，用呢個。我哋啊！翻個球啊！翻個球啊！老細俾你玩下。冇可以的，可以。你的下体受看了，不要说放屁。好球，最強的！屌你 Peter！
咁都唔放水。哇！我翻嚟，睇住攞咧。屌你面子！翻個幾錯仔，啱攞住咗啦已經。我操！哦，攞呢嚟馬！卧槽！嗨到啊！嗨到啊！哎呀，我也傷了。又上一個！哦，呢個隱蔽式。卧槽！上咗幾多？有冇上咗25啊？我屌！睇住落嚟啊！1-0，1-0。燒唔燒嘢啊？老細一陣。打！哇！真的，他踢你了。他故意的。咁高搭落嚟。沒有，他可以射門啊！你這個被砸一下有風嗎？對啊，胸大。有氣，紛紛作響。哇！屌你 Peter！有了！屌你 Peter！你仆街！哇！差啲彎啊！我打鳩你，如果佢哋入咗真係。喂！點解傳咁靚啊？沒有力氣晃啊！逼他！学Takashi over here。有了！哎，哇！哎，我能不能再回来踢呀？可以。可以，回來了，Peter 又回來了嗎？回來 Peter 回來啊！不用了，踢了就算了，而且踢了那個球算我們的。Peter 翻嚟啊！佢要翻嚟咁啊！佢又翻嚟啊！佢啊！我都滾啊！我哋打翻多個都好㗎，滾啊！嚟啊！唔好理啊，贏咗先講啦。Peter 要撲街爭啲整輸啊！突然間又翻。哇！嚟！咁樣啦！ Peter 傳個世界波出嚟喎，對住佢哋又要啦，對住佢哋全條撚毛啊咩？好嘅！哇！我哋這樣子不是很辛苦嗎？每次都往外拉得這麼遠。想說你跑船一點。但是你要跑進去啊，你還要扛着它。哎，屌他啦！他是飛物，他是又一個海洋。阿神又回來了。阿神！你邊度夠我戇咗黐線嘅你都？哇！Peter 勁！2打1個門將啊，3打1踢的跑4打1。攻門！哎呀！除鞋嘅？冇啦咩？哦，咁都唔上咧，咁我。咖喱。邊架有排執？接吧。最後一刻想起了。你唔好去，咖喱唔好去，咖喱翻嚟。咖喱唔好啊！風哥去。大家都受傷。波，兩個都好波。我呢場都贏咗啫，輸一個都贏。可以攞你。好球！回波，哎，慢。紅波啊，Linda，紅波嚟㗎。食他，慢慢來。有個面睇佢咯。風哥。
都射到爆，射到仲肥喎，點啊？皇上才喊的拉斯發下來，快，發下來，快！放下來，我們去都沒有。快！底線踢啦，不要啦。現在好，等一下他真的踢啊！沒了，哇！你搶不到。哦，佢哋踢出底線就冇啦，沒啦，算啦。結束了。佢哋自己踢出底線，我哋主要。